强带咱了解为上海传回来上新的画面。其他社会消息继续要来关心不输几日的换衫经啊，到健康摄影机偷翕 model 换衫。这个嫌疑犯是一个电信公司的员工，普通时都爱翕相。这届招衫的 model 伫咧妇女社 cosplay， 结果伫咧换衫经啊，偷到健康摄影机，查某 model 发觉衫架啊有体布落去，健康落出来，惊甲赶紧报警察。这个姓吴的嫌疑犯到案了，警察嘛你的电脑卡片，发觉其他查某 model 的影像，上少有6个被害者该依法上班。穿底会model用走的饼甲电梯，想要甲偷翕的小弟哥抓起来，原来伊甲摄影师约好要翕相，结果却发现对方咧家偷翕，互伊真惊吓。摄影师足干巧的，看到家己互人撞到，记忆较傻咧，就想要走。时间转去到3点钟进前，会当看到这个查甫人穿乌衫、挂目镜，手会拖一卡行李，就是伊互人指控偷翕。迄当阵3个 model 拢想讲，敢若是真单纯的翕相尔，想袂到家己会互人偷翕。顶礼拜六姓吴的摄影师，佮专工提早20分钟，先到台北市邦街这间旅馆，可能就是为着要先安健康摄影机，结果意外互 model 发现3间的大玻璃器健康摄影机走出来，偷翕当场互人抓到。摄影师佫唔承认，家己一卡抢去，就想要人讲，蛮慌张的吧？对啊，看起来就是有点不太舒服的表情。里面的女生有拿个衣架出来。然后说，这是不是我们旅店提供的衣架？但是因为那确实不是我们自治会提供的衣架。嫌犯知影家己走袂去，落尾就穿底先去会室咧。开头承认拢是家己做的，落尾煞开始咧辩解，佮讲这件代志若是公开，会无法度面对朋友，佮用可乐价讲爸爸的身体无好。伊若是知影会无法度接受，警方即马已经传伊到案说明啊，发现记忆卡内底毋但有3个 model 的影像，佮有未成年的被害人，上少有6个人互偷翕。根据了解，姓吴的查甫人普通时伫电信公司上班，为大学开始就真爱约人翕相，即届涉嫌偷翕，家己毋但违反离校法甲妨害秘密罪，对被害人的心理可能嘛造成无好的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